后来这个摆是特别过年食围炉咯，讲围炉的年菜，像这个控肉，像这个笋丝卡裤，像这个米糕油饭，热量拢真悬哦。硬安尼一顿食落来，规道的热量是高达2万外卡。这个围炉糜到底要安怎食，才会当食够开，搁食健康咧？营养师甲咱教小撇步。哇，香啊！挂一掀开规只用酒炖的偏起来有够香，围炉糜难得团圆，装变不了，会有规道的好料理。不过这青草的好料理爱细致，因为这个热量拢真悬。它的烹调方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不外乎油煎、油炸或大火快炒，尤其是像是一些可能佛跳墙或是一些汤品，它是用勾芡的方式。营养师列出年菜热量排行榜，代表富贵的红烧腿裤。一出有4103大卡，要美国油饭嘛有2607大卡，要团圆一定食的这个红烧肉丸啊有2536大卡，围炉糜一定会有的佛跳墙嘛有2532大卡，东坡肉嘛超过2000大卡，更加免讲鸡汤、糖醋鱼要各种的点心，里扣扣加起来，几道菜10几出的料理会超过2万大卡。平均每一个人都会分到大概破1000卡的热量。肉类像是一些蹄膀、东坡肉的时候，那你可能抓1个手掌大小的厚度。鱼的话，像是一些红烧鱼、糖醋鱼，建议用清蒸鱼的方式下去取代。除了料理的方法会使改变，营养师嘛建议讲会使加食有纤维的水果，像讲柑仔蜜、柑仔等等。这别讲家厝内人团圆了，人嘛愈来愈圆。